按理说，我们站在康熙这边，得到的利益会更大一些。可是现在我觉得，鳌拜获胜的可能性会更大。如果我们站错了队，那我们将会前功尽弃。那我们再等等吧，看情况，再随机应变。不能再等了，朱哥哥，你都不知道，龙三的武功还没有我强呢。鳌拜一只手直接把他掐死了。欢妹，这么重要的事情，我们当然要权衡一下。好，那你们权衡吧，我等不了了，我得去救我的龙小弟了。哎，欢妹，一欢，一欢对这个龙三有点过于担心了。大师兄，我觉得小师妹说的不无道理，眼下就是一场豪赌，我们把赌注押给康熙，对我们似乎更有利。我等不了那么多了，我得去救他。哎，太子，我也跟你一起去。不能去。为什么？你不能去。无论康熙和鳌拜谁胜谁负，你我都不能暴露身份。可是鳌拜号称大清第一勇士，我担心大师兄不是他的对手。你放心，太子自有分寸。如果情形不对，他一定会及时发出求救信号，到时候我们再见机行事。玄烨呀，玄烨，没想到你如此小瞧我鳌拜，像你这般狂妄无知，又怎守得住我大清的江山呢？好，那老夫就先送你去见先帝，再另立新君吧。这些臭未干的小儿，就想拿下老夫，天大的笑话！你的父是让你准备的东西，你配合吗？回皇上，奴才岂敢抗旨？奴才确实在茶里下了那粒散，奴才也不知道为何会失去效果啊！玄烨，老夫早就知道你要对老夫下手，还能不事先做些准备吗？告诉你，在来之前，老夫就预先服下了能解百毒的辟邪丹了。快起来！只要抓住了鳌拜，官升3级，赏金1000两。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来吧，送死吧！